一个屋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医生，冰淇淋好食无？好食，多谢阿姨。阿姨，你敢要食一罐？唔免，多谢你，你食就好。医生真是像爸爸讲的安尼，足乖足听话。阿姨，你甲爸爸敢真是朋友？啥？安怎？安尼你敢会叫爸爸甲妈妈莫还价啊？爸爸甲妈妈敢定定冤家？以前袂啊，但毋过即摆暗时妈妈拢走来甲我困，我知影伊一定是冤家啊。安尼哦。今日透早妈妈佫大声甲我拍，伊佫问我要选伊还是爸爸，我从来毋捌看妈妈安尼生，我足惊的。我无想要选爸爸妈妈，我拢袂。医生，你乖，大人的代志就交予大人来解决，囡仔毋免烦恼。爸爸甲妈妈也是爱你的，一切拢会无代志。好，咱行。叶冠华甲因妈果然拢在骗我，讲啥物会处理离婚的代志，明明就是等文林要离婚，叶冠华唔肯。好啊，叶冠华，你敢对会起我？阿姨，我要去看戏。好啊，去啊。阿姨，这个真是有鱼呢。是哦，安尼才好诶。妹妹，危险啦！莫徛在湖边。这位妈妈，你要较注意咧，莫互囡仔徛在湖边，这湖水足深的呢。歹势，我拄好要家救回来，多谢你的提醒。阿姨，足晚啊，爸爸哪要来接我？哎呦，冠华医生呢？也找无？找无啦，打电话给老师同学，拢讲唔知影。补习班的主任吼有掉鸦片啊，嘛是无消息。安尼就紧报警啊！
医生遮尔乖，伊哪有可能学袂走啦？即马即个社会吼，学袂抬来的事件遐尔济，万一吼医生去拄着歹人，要安怎啊？好啊啦妈，你较冷静的好无？莫甲所有代志想甲遮恐怖好无？我有去备案啦，派出所讲，因会请巡逻的警察倒找啦，叫阮等来等消息。等，是要等到当时啦。万一拄到一个神经病，或者是死病态，是要安怎啦？哎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的！你甲医生救我，拢是你害的，拢是你害哎呦，这跟冠华有啥物关系啦？哎呦，医生是阮业界的宝贝呢哈！你掠出阮讲，敢若你唔敢哦？这要怪就要怪你家己啦！一天到晚就讲要离婚啦哈！闹甲吼，这个家妄言散语啦！冠华就是互你乱搞安尼吼，才会袂记去接医生。对啦！所有的代志拢是我的唔对，拢是我的唔对。我甲恁讲哦，伊算是我的命。假使伊今仔日拄着啥物歹人，我是绝对袂帮你也个甩。无，你想安怎哈？你即马是咧纠缠你家己的查某囝呢？你莫欺负阮冠华哦！你有啥物代志，你对我就好啦，看我安怎啦？好啊啦，你莫讲冤啊啦！即摆上重要就是甲医生找出来。喂，主任，好，我即摆到银行随过。安怎？主任讲，看影片有线索，叫咱即摆就去确认。好，紧去！医生，妈妈看，你敢有受伤？啊，敢有倒位无爽快？你若无伫安亲班，等妈妈去接你，啊，敢有倒位受伤？妈妈，我无代志，拄则阿姨带我去食冰淇淋。你凭啥物甲阮查某囝接走？你到底是要安怎？我无想要安怎，你毋免想伤济。只是冠华讲伊工课足无用的，叫我以后会用接医生上下课，互伊会当专心做代志。谁叫你去接医生？问你，莫听后白讲。你莫伫遐好白讲哈！你安尼无代无志，甲医生接走，拢要甲阮讲一声哈！您放心，将来我对待医生，就像对待我腹肚内的后生同款好。我会做一个好妈妈。搁再讲，医生遮尔捌代志，我听伊拢袂赴咧。宝贝，莫听，带妈妈去房间。文玲，文玲，你听我讲。文玲呐，文玲，你听我讲啊，文玲。哎呦，文玲，你听我讲。文玲呐，有话咱豆豆仔讲啦哈。文玲，你先开门啊，文玲。妈妈，咱要去外口大声。妈妈，妈妈毋是甲你讲过啊，袂当食饲份人互你的物件，袂当带饲份人走，你是安怎毋听话？哈？你敢知影你无去妈妈有外囝？你若是发生危险要安怎？为什么拢毋听话？我有讲话，也毋过迄个阿姨讲伊毋是饲份人，伊是妈妈的朋友。伊毋是。是咧，莫哭，妈妈足惊的，是咧，医生是咧，妈妈无应该甲你拍，是咧，莫哭，是咧。安尼要安怎啦？哎哟，毋免遐尼紧张啦，伊早晚会带囡仔出来。你是小查某，到底是要安怎？代志闹安尼，你满意啊？即马是安怎啊？想要拍我哦？好啊，有才调，我这个巴肚拍啊！拍就拍！哎呦，冠华，你莫安尼啦！嘿，无啊，咱毋是讲好啊？你若安尼无代无志，搁补一出啊？伊算是一个囡仔呢，大人的代志大人解决就好，你安尼哦，真正足无好的啦！咱到底讲好啥物啊？是恁叫我眯起来，了甲囡仔生落来？
你若怎安尼等文玲，就会互恁家囡仔抱转来是无？哈？莫讲啊，大家较清醒咧。我腹肚内确实就是你叶冠华的囡仔，你就是爱对阮两个母仔囝负责。文玲甲医生早晚要面对这个现实啦。哎呦，你妈，你看清楚哦，看清楚伊是什么款人哦。我就甲你讲啊，这件代志早就要处理掉，你都唔听。我哪会知安尼啦？这件代志是你家己掠出来，哪会怪我啦？我唔管啦，你甲伊赶出去，我无想要看到伊啊。哎呀，冠华，你算啥查某人哈？即摆互我大巴肚啊，了就不爱治我是无？好啊，即摆想要赶我走，免想。等下我就叫陈文玲出来评理，看啥袂见效。你是咧胡白讲啥？你去外公两句话，讲迄个囡仔是我的，迄囡仔根本不是我的，你唔知了就生落来做亲子鉴定，你莫误啦。文玲，哎呀，我文玲，你听我解说啦。放手。唔是啊，文玲，你听我解说啊。医生甲妈妈讲，你无想要出去，你要点样出来？你的朋友已经走来厝内啊。我带伊选出去嘛，方便恁讲。也是你希望伊选留落来，听清楚恁之间的好代志。文玲，你要甲医生带去倒位啦？文玲，文玲，哎呦，冠华，紧来，紧甲医生约转来，紧来啊！哦，紧去啦！走就走啊！我惊伊爸爸踮伫才无爱走咧。我等这个时阵嘛等真久啊。永暗，阮母仔囝就要大入来，等下替我甲房间清理起来。你这小杂某，到底是要安怎？谁怕我？怕惊你哦！怕你，你到底是要安怎？你为什么不帮我耍？你为什么不帮我耍？为什么？你到底要安怎？到底要安怎？冠华，你有安怎无？我无安怎？老伙呢？我无老血啊！心底老伙啦！我腹肚，我腹肚出痛紧来，送病院啊！你讲我们徛在这创啥？紧来啊！紧来啦！妈妈，咱今仔日要住遮是？妈妈甲你回息咧，拄则无应该甲你歹。安尼，你甲妈妈讲，迄个阿姨是安怎甲你带走的？然后恁两个去倒位，全部拢甲妈妈讲，好无？就是我一直在等爸爸来接我，也毋过伊拢无来。后来迄个阿姨来啊，伊讲伊是爸爸的朋友，伊阁有互我看伊甲爸爸的相片哦，所以我才会缀伊行。宝贝，迄个阿姨毋是好人，你以后袂当阁甲伊单独斗阵啊！爱跟妈妈讲，会知影无？知影，你甲爸爸冤家是因为迄个阿姨性。我甲爸爸，是妈妈无路用，妈妈无好好保护这个家。妈妈，莫
卖哭啦！我讨厌迄个阿姨嘛，讨厌爸爸，因为因害你哭啊！医生嘛，卖哭，妈妈无哭啊。妈妈答应你，妈妈以后拢会载你去上课，然后载你下课。妈妈会保护医生，好不？我嘛要保护妈妈，我上爱妈妈。妈妈嘛上爱你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屋檐下。阿姨，你真醒啊！阿姨，我的囡仔无代志吼。哎呀，囡仔吼无啊啦，无，哪有可能？我的囡仔明明就好好啊，哪有可能无啊？这吼就是你家己自作孽啦。我咧想啦，伊就是想要做人的第三者啦哈，迫害人的家庭，这就是你的报应啦。你骗人！囡仔明明也都听的。医生，你甲我讲，你甲我讲，我的囡仔阁听着无？我的身体明明就好好，囡仔哪有可能阁保着无啊？好啊，你莫遮尔激动，较细声的啦。是还是我的囡仔？医生替我叫警察，我要告我的死，我要告我的死。兄弟，我知影囡仔无啊，你心内一定真艰苦，我心内嘛真艰苦啊。是的，我无好好照顾你，你有啥物不满，就针对我来，我一定会陪你度过艰苦的日子。啊，医生，歹势啊，囡仔无啊，伊的情绪难免有较激动啊。不要紧，我会当了解，先互别人好好休困，恢复情绪。哦，好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姚冠华，你伫变啥把戏？我知影囡仔无啊，你心内真艰苦。也毋过，敢有需要甲大家拢拖落水？拖落水？姚冠华，你甲我的囡仔害死，你感觉我敢会原谅你？当初我就叫你甲囡仔摕掉，大家好来好去，你就无爱。你看，即摆代志变安尼。所以呢，所以是我的唔对是？嘿，本来就是你的唔对啊哈！囡仔还未满3个月，本来就较无稳定啊。我是看伫孙的面子上呢，我才安尼好好伺候你呢哈。你阁无满足，无爱好好安胎，走来阮兜闹，害我的媳妇甲查某孙离家出走，起码好啊啦哈！你家己老体，要怪谁啊？好啊，安尼恁讲，这要安怎处理？哈？我即马就去叫医生开验伤报告，我要告叶冠华故意伤害。
我定都要看卖你的新妇、你的查某孙，敢会去降价送饭给叶冠华？好啊，找警察啊！安尼我就告你诱拐阮查某囝。我只是好心替恁只囡仔尔，我搁带伊去食一顿饭，伊敢有安怎？无安怎啊！伊连一支头毛拢无捡，也毋过我的囡仔无安尼。你敢有证据？今仔日你老替你受伤，你无证据会证明，甲我有关系。也毋过你甲医生带走，安亲班的监视器拢有录到，看到时阵是你放掠去，还是我放掠去？冠华，你无遮尔绝情着无？我腹肚内囡仔嘛是你的囡仔，伊嘛是一个性命。唉。 Cindy， 我这个人是真孝敬的。这钱你先摕去买一寡补品来补身体。医生有讲，你还阁少年，要做妈妈也阁有机会。 叶冠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当初不是讲好囡仔摕掉要花500万，这淡薄仔钱是什么意思？当初是当初，想到你甲代志舞甲这么歹看，你已经无甲我谈判的条件，互你这5万哦，是我上大的底线。叶冠华。 你在创治我Cindy 啊，你这个人上大的缺点就是唔知影满足。冠华，你莫离开我，你袂离开我对无？你绝对袂离开我对无？我警告你，莫扯近阮某甲囡仔，无我绝对互你好看。叶冠华。 听到无啦？我甲你讲，你这个扫帚星哈，带水着阮叶家，好好一个孙爱着无啊！自今仔开始哦，你上好是莫互我看到，影无？我看到你一届，我就拍你一届啦！走啊，行，咱行。冠华，你莫走，冠华，叶冠华。 喂，问你，你总算肯卡好啊？啊，医生呢？恁在倒位？我去接恁。你唔免紧张，我无转去张家。我知影你也是带念咱阿某的情分啦。你莫自作多情啊！我即摆要紧的就干那医生。我打电话给你是要甲你讲。 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签名离婚，医生会敢付款还给我？文妮，我知影你真生气，我讲啥物你拢听袂入去。无安尼好啊，你着带医生去行行的，整理心情，有啥物代志，回来再搁讲好无？我想甲足清楚啊。卡苏，你阁希望咱这段婚姻会当好好结束？ 3天了后，卡苏你还是唔肯签名离婚，我会转去，甲你所做的代志全部拢甲我的亲人讲，到时阵后果你就家己负责。
你好好想清楚。先伫伊老体啊，伊袂当讲威胁我啊，袂当破坏咱的家庭，伤害你甲医生啊！拜托你，你先回来好无？你根本都无了解，破坏咱家庭的人是你，一直在伤害我甲医生的人嘛是你。我予你机会，你敢有珍惜？我真是足讨厌家己像一个戆人，又在你做唔对认错了，搁一直做唔对，永远拢是安尼。你根本都无想要改变。文玲，这届我一定会改，我真是会改。你先回来啦，好无？你莫搁讲啊，就干那3天，卡苏了搁带念咱阿某的情分，就请你签名离婚，帮我算了。 3天真是伤短啊！你至少给我1个月。喂，文玲，这嘛是安怎啦？每一个拢起笑啊，拢要甲我逼死心。较冷静诶，代志无遐尔害。文玲是爱我，即嘛无生伫这阻碍。 文玲早晚会回来我的身边，我一定会回来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 嘉诚啊，我听讲你安排林家去兴华上班咯。无花规工阴森森伫厝诶，是要创啥？安尼嘛好啦，这个囡仔看起来巧巧啊，反应阁足紧诶，好好栽培伊哦，无的确是一个人才。我敢若互伊做一个基层诶仓库管理，你免期待讲吼，伊会当甲冠华共款。啊！你这样哪呢哈？白白拢是囝婿，你安尼大细心。我从来无甲工人家当作是囝婿，我只是互伊有一个工课通做。啊，那伊是毋是有迄个能力？咱大家等你看。好啦，随在你啦，我平头甲你钱啦。对了，妈，啊？咱真久无办家庭聚餐啊，是毋是找一个时间搁办一届？我就不爱咧。 大家来办家庭聚餐，大家拢冤家，我就不爱办咧。安怎？你有啥物代志要甲大家讲吼？因为我即马搬倒来住，咱算讲是一家团圆啊。我拄好有一寡计划想要甲大家讲。你要讲啥？我会定时间啦，到时阵吼叫大家倒来食饭。等人拢到位以后，我做一届讲个清楚。 好啦，非日子吼拢是阿兰在煮啊，要办你就办啦。好啦，就安尼决定啦。我先去楼顶，你嘛较早休困咧。好啦。嘿，这清真几工了呢？啊，你是搁咧计划啥物啊？ 卡苏真是要甲冠华拍离婚官司，不管安怎，我拢爱赶紧找到稳定的头路，才会当争取遗产的监护权。seksuality 30岁以下，才应该毕业生。 5年以上相关的工课经验，拢袂用。业务助理，无经验嘛会用的，有耐心肯付出，这敢若会当试看觅？妈妈，宝贝，你精神啊？咱去洗嘴洗面了，食早顿好无？好。 陈小姐，
你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陈文玲，今年32岁。我想要做贵公司的业务助理，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当来面试。看你的资料，你大学毕业了后就无啥物工作经验，敢是安尼？我大学毕业就结婚生囝，一直拢是家庭主妇。安尼，你为什么想要来找头路？因为阮查某囝已经读国小啊，我想讲即马较有时间出来上班。陈小姐，你敢会晓用电脑？上基本的办公室软体 Word、Excel、PowerPoint， 这你敢会晓 ？Word 我会晓 ，Excel 我会晓一丝丝啊 ，PowerPoint 毋是介绍。也毋过我学物件足紧的，只要互我一点仔时间，我真紧都会晓啊。陈小姐，你想要做的职位是贸易助理，这职位哦，嘛需要无定期出差，搁加班，你时间敢会当配合？搁爱出差搁加班哦？是啊。医生，歹势，我出去一下。医生，你是安怎？倒位疼？甲妈妈讲，真疼哦！妈妈看，袂疼，妈妈看吼，袂疼，妈妈呼呼都袂疼，你少勇敢的对无？袂疼，莫哭啊！无代志啊！摕来互妈妈看，感觉有倒位疼？无吼，莫哭，宝贝乖吼。有要紧无？是咧，阮查某囝拄则跋倒，也毋过无代志，我会当继续面试。唔免啦，既然是安尼啊，阮内部会阁讨论者，你先带查某囝回去，等阮的通知。医生今日陪妈妈面试嘛辛苦啊，妈妈带你去买巧克力的冰淇淋好不好？好，安尼莫哭啊，哈，莫哭啊。敢讲会疼？有冰淇淋都袂疼。医生，医生，当当，这啊，这个水耶，介意无？介意啊。安尼送互你。歹势呢，互你开钱。袂啦，医生介意上重要。医生，爱甲阿姐讲啥？多谢交换阿姊。免客气呀。医生，你伫遮休困者，食冰淇淋，然后陪阿算好无？阿姊有代志，要甲妈妈去楼骹讲。好啊。等下车来陪你。好，伊嘛做伙讲好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安怎？拄则面试公司传消息来讲，我无风录取。面试啊，成功失败拢真正常啊。我会记得我的第一份头路，敢若嘛是面试到第3间，也是第4间，才风录取。你才拄开始，要对家己有信心。多谢。心灵加比啦，心情会较轻松。多谢。
我迄天真是足惊的，医生无去，我就惊到要死啊！我搁看到迄个查某甲医生带转来，搁讲啥物以后要接伊上下课，我真是想要出去甲伊拼命呢。伊家己嘛有心的，哪会当遮尔残忍，摕囡仔来恐吓我？伊安尼做才是足过分的。这拢爱怪叶冠华，是伊去了就遮尔恐怖的查某。我即马想起来，还是感觉足惊的。你说落来，打算安怎做？我一定会甲伊离婚。我敢若互伊3天的时间，假使伊毋肯签名，阮就只会当换意见啊。所以，我才想要尽早找到头路，等这个代志结束，就带医生开始新的生活。这个代志，你真是拢毋甲恁阿姊讲哦。想莫讲，阮阿姊迄个性地，伊若知影，一定会马上走去找叶冠华算账。我已经答应伊啊，只要伊愿意签名离婚，我就袂去影响伊伫兴华的工课。交还，这段时间加在有你甲阿平斗3天，我都毋知影要安怎多谢你。免客气，大家拢是好朋友。多谢。交还歹势，我过来看后期的病期，医生敢会当麻烦你替我挂，我真紧就转来。无问题，你按先马去面试，好好表现。等问你 ，fighting。fighting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。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奇怪，在参加开发案的公司，陪案的头家，那拢是同一个。两位嘉宾，安尼恁豆豆讲，我伫后壁行道啊，若需要啥物再叫我。好，多谢。我有看到新闻啊，恁爸的状况啥款？第二届互人管入去，伊的心情有较平静啊。也毋过即届，恐惊爱关真久才容易出来。刷落来咧，你有啥物打算？敢要转去经营国防建设？我照阮爸的意思，甲青亏安卖掉，公司嘛要收起来啊。也毋过我即摆成立一间办公室，准备要选后一届市议员。看来你也是转去行政治这条路啊。就选伫我上厉害一条路行。嘛好啦，反正你即马嘛无啥物好烦恼的，就放手去拼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当选。这真歹讲哦，竞争对手遮尔济，我也是爱好好拍拼才会赢的。对啦，我找你来是要甲你讲一件代志。我最近整理陈俊生的一寡资料，我发现伊有出手兴华工厂一件土地开发案。这开发案我知影。工厂附近的产地要变做商业区，起 shopping mall。也毋过这甲兴华应该无关系啊。我有查过呢，参加开发案的几间公司，陪案的头家拢是同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甲兴华有关系。是谁啊？高彩碧，伊进前毋是要买兴华？对，伊迄个时阵开真悬的介绍。
毋过阮无同意。卡叔伊甲兴华买落来，甲工厂即块地，甲附近的田地做伙合起来开发，利益至少应该起5倍以上。莫怪，伊只是表面要买工厂，伊真是想要爱的是工厂迄块地。有人开发案正在全力推动，我感觉高彩萍佫会动一寡脚手，你家己爱较细腻的哦。多谢你的提醒，我会特别注意。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我要离开啊。哦，慧敏，我先祝你股票当选，然后未来一切顺利。你嘛是，对啦，生日快乐！哦，多谢。以前每一年，咱拢会互相庆祝咱的生日。今年头一届家己过，也毋过结束嘛是新的开始，咱来好好向前行。再见。再见。请你来。总监，行销部要开会讨论新运动后一季的宣传计划，邀请你参加会议。哦，好，什么时阵？即马。今嘛？歹势有淡仔突然，因为行销部希望紧甲客户案赶出来，所以因伫会议室等你啊。好，我准备一下就过去。好好好。生日快乐！总监这边请，生日快乐！多谢多谢多谢，恁甲我惊着。总监，这是生日惊喜嘛，无惊免有喜啦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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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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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大家今年拢会当加薪。第二个愿望，希望大家会当身体健康、幸福美满。好。第三个。OK。耶！不了解。好。来，总监，切第一刀。好。这先切开。多谢。就好食。第一刀。耶，第一OK，麻烦你了。来，下面阿斌，加切一个，我提去给陈总监。好，没问题。总监，你是要创业吗？你请假呢？又有什么请假？这是你看我都有处理代志要处理。阿炳，你这册收大地啊，是会晓册无？快点烦恼啦！每个人拢是这大地啦。阿弟要要参与。喂，我迄个，这个。你的老公，你今仔毋是请假？你落来就对啊，即毛。安怎？对嘞，就车。紧上车。今仔日是你生日，你想要去倒位？我陪你去。毋过我才拄来公司，还有一堆公文爱签。你明明就伫咧放假，签什么公文啊？而且我问过阿敏啊，遐个公文根本就无赶，你就是伫咧厝内伤闲啊，才会找借口来公司。规日今日我嘛放假，做伙出去耍啊。所以我想要去倒位，你就陪我去。你想要去倒位，我就陪你去。好，安尼就去一个所在。你讲，假使我无幸福，你无法度安心过你日子。假使我无法度找到另外一个我爱的查某人，你可能就会继续爱我。对迄天开始，咱无对方的日子，你敢愿意继续甲我做伙报起来？我会当继续啥物拢唔知影，你还是我上介意阿兄甲阿姊，一切拢莫改变，敢会呢？我细蛋，我哪是丢界的人？
阮无想要搁假做是兄妹啊，因为文琪就是我的初恋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肩上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